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荣获首座格莱美奖；土伯特高僧在遭中国任意拘押后下落不明；司政边巴次仁在美国国会拜会两党议员；美国通过保留关键涉藏资金，重申跨党派支持。联合国报告警告，中国正在抹除土伯特文明。教育部与哲蚌寺罗瑟林学院举办培训活动。为期2个月的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在布鲁塞尔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以有声专辑冥想达赖喇嘛尊者的反思，在洛杉矶举行的第68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上首次荣获音乐界最高奖项格莱美最佳有声书、旁白与故事叙述录音奖项。达赖喇嘛尊者在得奖后透过官网表示，他怀着感恩与谦卑之心接受这份荣誉，并认为得奖并非对他个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类共同承担的普世责任的认同。尊者深信和平、慈悲、对环境的关怀以及对人类一体性的理解，对于全体80亿人类的共同福祉而言，皆不可或缺。这张专辑由达赖喇嘛尊者以印度著名的萨罗德琴大师阿姆贾德·阿里汉和他的2个儿子共同创作，赞颂和平、善良、希望等价值观。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未能亲自出席颁奖典礼，由美国音乐家卢佛斯·温奈特代为领奖。此外，根据土伯特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布的消息，青海省玉树州曲马来县巴干寺主持洛松隆日荣波切于2024年12月无故遭捕后，至今下落不明。当局拒绝说明关押地点和健康状况。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洛松隆日荣波切遭捕的原因可能与帮助一名从印度返回境内并在巴干斯担任经事的格西以及向境外汇款有关。这名格西来自昌都地区查雅县，在中国当局下达逮捕令后逃亡玉树，后来在巴干斯离世，但具体过世时间不详。洛松隆日荣波切曾担任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玉树藏族自治州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以及玉树州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9年还担任过玉树州佛教协会会长。据悉，洛松隆日荣波切于1975年8月25号出生在玉树，在拉萨色拉寺学习21年。2002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刊局顾问等多个官方职务。2003年毕业于中国高级藏传佛教学院，并于2015年3月获得青海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尚未披露拘押洛松隆日荣波切的任何法律依据，也未确认其具体下落或是否能够接触律师等问题。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1月30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展开了一系列高层会晤，旨在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相关议题的深入理解。当前，北京正通过散播系统性虚假信息，塑造全球叙事，试图削弱藏人抗争的正当性，掩盖土伯特境内的人权侵害，并在包括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在内的重要议题上影响国际舆论。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2月2号，在驻北美办事处和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持续在国会山庄展开倡议行动，并分别会晤了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詹姆斯·沃金肖和乔·威尔逊。在会晤期间，与会各方强调了建立可见文献记录、开展以事实为基础的倡导工作，以及推动严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刘汉成教授所著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权威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在挑战北京当局所构建的官方叙事，并于关键时刻重申历史事实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此外，斯珍边巴茨人还于本周二作为全体会议发言人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并于当天下午在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活动上，就流亡藏人的民主与宗教自由为题发表演讲。斯珍还与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美国分部执行主任瑞安·菲奥雷西、土伯特基金会主席鲍勃·安克森举行了详细简报会。随后还与安加利·考尔讨论了协调倡议策略、政策建议及加强机构能力建设等议题。与此同时，美国在202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保留了与土伯特相关的对外援助，该法案已获国会两院通过，并于本周二2月3号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该法案在传统拨款水平上保留涉藏资金，向外界发出了美国对藏人持续跨党派支持的强烈讯号。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对此指出，该法案通过为美国全球媒体署提供资金，恢复了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从而重启两者至关重要的广播与新闻报道工作。另外，一份最新发布的联合国报告发出迄今为止最为明确且严正的警告，指出中国在土伯特实施的国家政策正在系统性地侵蚀土伯特文明的根基，并对土伯特作为一个独特民主群体的延续构成严重威胁。相关调查结果载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古拉斯·勒夫拉提交的报告之中。尽管该报告具有全球视野，但明确指出土伯特是一个国家主导政策，不仅具有启示性，而且构成该名联合国专家所称的以更隐蔽方式进行抹除的案例。该警告的核心在于中国对藏人儿童强制实施的大规模寄宿制学校体系。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土伯特推行的寄宿制教育体系，其目标在于抹除藏语和藏人身份认同。在评价这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指出，国际社会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紧急采取行动，确实保护土伯特文明的生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与哲蚌寺洛瑟林学院冥想与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在印兰蒙格德藏人社区举办了为期3天的社会、情绪和伦理学习培训项目。该培训活动由美国埃默尼大学的格西·罗桑丹曾勒吉及其他多名导师主持，来自印度各地的4院学校的25名教师和20名协调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项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期2个月的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于本周三在布鲁塞尔的慈悲之家落下帷幕。该展览因公众反应热烈而延长展期，通过一系列照片、文字与精心策划的展示，呈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价值观以及慈悲、和平与非暴力的普世讯息。主办方指出，展览期间公众关注度持续稳定，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参观者。随着布鲁塞尔站的结束，该展览将作为巡回项目继续在欧洲各国展开。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